是嫁到大家族里，受大家族的熏陶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姐姐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。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，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。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啊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。怎么了？赶紧 ！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儿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